紅色小巴觀塘至西貢線，又稱9號線，由金鷹車行公共小巴管理公司營辦，來往觀塘宜安街及西貢惠民路，去程途經觀塘半山康寧道、四順順利村道，回程途經港鐵彩虹站及牛頭角。此路線已加入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乘客如使用八達通繳費，車資將納入補貼計算範圍。司機會使用 Zelo 總站開車，會同入便港開車。準備上車，祝大家旅途愉快。What's up？ 你而家身處智力級，飲杯嘢先透順調氣，調整呼吸。咖啡、奶茶、檸茶、檸水，任嗌都得。智力會呢隻杯，我哋叫 G 級，吸一大口氣，但係出唔到氣。聽朝起身仲要執一大堆手尾，返到屋企都係燥底，唔太適宜冚被。呢個世界太多攰死人嘅道理。自己心情自己照顧，快樂係最大財富。想變大食蘑菇，夠唔夠公主就唔 show。咁大單嘢都冇 crew，得我一個就唔 do。今次就 sorry 咯，呢排 schedule 比較 full。遇到乜嘢都要學識珍惜，學到嘢之後又要扮晒感激。從話蝕底咗都其實係種得益，難得你仲可以講到鬼咁得戚。唔係有飯就要食，冇乜咁罪大惡極。條腰骨挺翻直 ，say no 都係種能力，寧願留翻啲精力放人生鬼咁多經歷，積唔使復積，唔係乜嘢都要 handmade。我寧願 make 新嘅 mistake， 鍾意 stay 下，鍾意可以浪跡 ，cheap advice 可以 give， 唔得閒剔，攝高枕頭諗下人生有乜目的。Chotomate kule ole gai, chotomate kule ole gai, chotomate kule ole gai, chotomate kule yasumo, chotomate kule ole gai, chotomate kule ole gai, chotomate kule yasumo, chotomate kudasai。人類有5天工作於一週裏，應該變作一週2日。我兩滴點夠用，瞓晏啲都半日，剩低嗰半滴點做嘢。人類變2天工作於一週裏，休息變作一週5日。勞動節會搞1個月，聖誕玩7個月，最多產假結婚。好資歷咁工作，好積極咁休息，雪糕開始放屁，變成一灘 milkshake， 攝高枕頭諗下人生有乜目的，假如枕頭出色，瞓着冇乜可惜。